各位弟兄姊妹義工，你哋好。今朝早我知道我結果係票數不足，但喺今次嘅選舉當中呢，我唯有3件事情呢嚟到去感恩嘅。第一，我係贏咗一個嘅好嘅見證，因為喺成個嘅選舉過程當中都能夠表現得一個好好嘅中規中矩，能夠有一個好嘅見證，我感謝神。第二呢，係贏咗尊重，係各個黨派嘅候選人呢，佢哋見到我嘅言行呢，對我非常之尊重，好感謝神。第三呢，係贏咗一個信息，能夠俾政府知道呢，要建立一個關愛嘅社會，亦都讓教會呢更加進入人群裏邊。所以喺呢個時候呢，我再一次衷心多謝所有嘅義工弟兄姊妹，過去呢1-2個月你哋勞心勞力嘅幫忙，再一次多謝你。今個星期日下晝呢，9月16號，我哋有一個嘅感恩聚集嘅一個分享會，我希望呢，你能夠出席，一齊嚟到去感恩分享。多謝你。